各位朋友，歡迎嚟到合眾連環節。今日又係我幫基哥一齊討論一下國際嘅大事。今日而家講咩呢？講點解特朗普急於訪華？大家都睇到呢，喺特朗普訪問中國呢件事情呢，就完全係特朗普表現咗非常用香港話嚟嘅猴急啊！佢原來又話3月呢個31號去到4月1號嘛，去3日，跟住呢，因為打仗呢，又話要褪到14號啊嘛。北京政府呢，至今啦就係保持溝通，冇咩嘢。咁啊，最新嘅消息呢，就係美國嘅貿易代表呢，就講而家進展順利，咁啊睇起嚟呢，5月14到15呢，特朗普就一定會訪華啦。呢個可能性大，當然啦，如果係打仗打到有突然嘅變故，咁又未必啦。一停落嚟嘅話，因為你特朗普，我自己諗佢始終要扮到自己係一個勝利者先能夠去噶嘛，唔係一個失敗者。失敗者佢點能夠去呢？佢一定要揾好多理由。我已經打贏呢場仗啦，我已經停手啦，咁啊等等，我可以去北京啦。點解而家呢個特朗普急於訪華？佢出於咩考慮呢？咁我哋請教一下基哥。嗱，基本上咧就係我覺得係佢完全出於係佢自己或者佢個黨嘅利益去諗呢個問題。其實你睇到你咁心急啊，成日都話我要去訪華嘅，北京咧淡淡然係咩？大家要溝通嘅係咩？係啊，咁我大家傾下咯。但係從來北京冇講過日子喎。咁所以我會覺得今次係特朗普係好心急，要一段短時間之內，可能1-2個月之內咧就要做到呢一樣嘢。其中一個我估計嘅考慮咧就係大豆嘅合約啊，佢11月已經到期啦。即係話如果你再要中國買大量嘅大豆嘅話咧，你就一定要早，唔可以10月11月先至搞掂噶嘛。而11月大家都知道選舉啦，咁你要11月選舉贏到呢樣嘢嘅話，經濟嘅變化甚至佢嘅支持者農民啊係能夠得益嘅話咧，呢一個成功嘅機會就會大增噶嘛。咁所以咧佢一定係要響11月之前嘅某一段距離，當然佢估計半年啦，咁咧就去能夠針。已經佢都公開講啦，我哋同習主席好老友記㗎，我哋都傾得掂㗎。我哋以前咧就係2000萬噸啊，而家我哋希望變咗4000萬噸啊，咁加倍喎要。咁你唔早啲傾邊係點咧？咁當然仲會可能有帶領一啲其他嘅經濟貿易嘅嘢一齊過去同習主席傾啦。咁我覺得佢係好想傾成事。第二就係當然你去得傾，喂，大家都知道中國係支持伊朗同埋反戰㗎嘛。喂，咁你去到點啊？可能全時間講晒伊朗嘅大佬，即係你打，咁北京話唔好打，大家和咁你要處理呢個問題。如果佢走打去之前能夠完咗呢個伊朗戰爭咧，起碼唔使討論呢樣嘢。佢喺4月1號已經公開講啦，我2個禮拜之內會解決呢個伊朗戰爭問題，我哋都係打勝仗啊，我要咩已經贏晒啦，攞晒啦，咁4月1號公開講。所以我睇到佢嘅講法就大概2個禮拜啊，咁睇下實際佢做唔做得到啦。咁我覺得佢都係為咗去中國所以要做呢樣嘢。我覺得第三樣嘢就係嗰個外交嘅形象啊，佢對內對外咧，如果能夠去到中國，又能夠攞到一啲佢想要嘅嘢翻嚟嘅話咧，佢成個外交形象對國內同對全世界嘅形象咧，佢都會加強。基哥講話呢個外交形象咧，我覺得係真係好重要，因為咧啱啱咧就係成個美國咧900萬人，差唔多係全美國各地都一齊搞咗一個不要國王 No King 咁嘅一個大嘅反面，900萬人啊，呢個一齊嚟反呢個特朗普，所以喺呢個時候佢又面臨一個中期選舉嘅問題，咁佢一定係好需要去累積佢嗰啲民意。咁但係咧，如果我哋認真講一下，佢如果呢次嚟北京嘅話，佢要攞到咩嘢，佢先能夠使到佢自己能夠加分呢？我想請教一下呢個基哥。嗱，佢就一定要有幾個，就算唔係事實都講到係事實，佢一定係打贏呢場仗。佢能夠喺邊啲地方已經贏咗。第二，即係已經解決咗佢係所以建立英雄啊，除咗委內瑞拉就係伊朗啦。有呢個咁嘅身份背景同埋勝利咧，於是佢就已經喺呢個叫做贏咗第一步。第二步咧就係我又覺得佢中國始終仍然都係經濟嘅作用多過係政治啊，或者係所謂同中國拗手瓜。咁如果你中國嘅經濟作用係最重要嘅話咧，你一定係要諗辦法點樣去氹到中國，或者某啲嘢俾中國，要中國俾翻頭先所講嘅，除咗大豆之外，仲有其他嘅經濟嘅幫美國買飛機啊等嗰啲嘢啦。咁所以我就會覺得伊朗贏完咗伊朗咧，係佢去中國加分嘅。倒翻轉頭咧，因為中國本身係冇要求啊嘛，咁嘅情況之下，你急需要求我咧，我倒翻轉頭我就估法中國要翻啲乜喎？會唔會中國係咩？你要我呢樣嘢咩？你攞我呢樣嘢，你可以選舉贏咩？第一，台灣問題點處理？你可唔可以公開強調反台獨？
第二嗰個嘅武器買賣，你一大批俾歷史上面最大批嘅武器賣俾台灣，而家仲話咧訪問咗之後就同台灣簽約喎。喂，大佬啊，係咪你簽約我就即刻停咧？即係我覺得呢啲作為中國咧，響今次傾嘅上邊咧，係基本上有呢一個條件同佢傾嘅。係基哥先頭講到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啦，就係美國對台灣嘅軍售。咁佢特朗普呢次又好精嘅，喺嚟之前咧我就唔講呢件事，咁翻咗去之後咧就再簽。咁而家咧有好多嘅中國嘅網民呢個出一條計，佢話如果你繼續軍售呢個台灣，咁啊中國係咪可以賣武器俾俄羅斯，賣武器賣導彈啊，東風17啊賣俾伊朗，咁啊係咪你賣我又賣？即係你意思只係作為一張牌打出嚟。咁無論如何啦，咁我哋都會繼續關注呢個問題。未來特別係特朗普，如果真係去咗北京之後，係咪又能夠入一次紫禁城呢？係值得我哋關注嘅。咁我哋希望我哋將來呢就繼續幫大家一齊去討論呢個問題。今日就先傾到呢度，拜拜。